那个聖經喺箴言書28第14節咁樣講到，最快樂嘅人都係思想要尊重上帝嘅人，但係硬心嘅人思想會跌落傷害嘅內中。但係呢，硬心嘅人冇聽上帝嘅命令去行。硬心嘅人冇聽上帝嘅福音，或者上帝嘅話去行，冇做聖經去行啊！所以呢，為思想會跌落傷害嘅內中，因為上帝嘅話語都係真理，真理係講即個做真理嚟行，熱天帶時皆係脫離嘅路，真理熱天帶時皆係得勝嘅路，所以佢用最快樂嘅人就係要敬重上帝，要尊重上帝嘅人，就係最快樂嘅人。要聽主耶穌嘅真理行，聽主耶穌嘅命令行，是跟你哋是最快樂嘅人。阿三唔望硬性，唔望硬心嘅人唔要聽上帝嘅福音，或者唔要聽啲嘅壞行，思想跌落傷害，因為冇真理路，係真理路熱天大家係得勝。阿門。